开会了。欢迎来到村民台飞嘅节目现场哦，我係陳明珍。禮拜村民台飛呢持續帶人關心哦，兩岸嘅服務貿易協議對台灣嘅影響有衝擊係乜嘅吼？上禮拜呢從一個師傅一種等於是做嚟做嘅家庭型那種美容美髮嘅產業，講到服務貿易協議呢對一種嘅微型嘅民生產業衝擊有幾大吼？禮拜呢講台前面來討論吼，講到有四個部分，首先講到係嚟咗台灣吼，到全世界哦，大家都先成熟嘅全民健保。好，再來講到係全球化人世界裡面都要進步成熟嘅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有可能受到呢種嘅服務貿易協議簽訂來受到衝擊影響嘛。另外還有青島嘅台灣嘅民眾都受理哦，台灣係咪下一隻香港？香港化嘅問題，嚇，所以講嗰個貧富嘅差距擴大，韓國高嘅物價嚇，係咪也造成台灣下一隻嚟面臨嘅難題嚇？咁你從呢四個部分嚟討論服務貿易產業對一般嘅民眾、對台灣民眾嘅產生影響係乜嘅？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你政治台學新聞嘅教授劉昌德劉副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稍等歡迎收嘅第二個來賓係經濟部規劃局立法小組嘅徐崇欽徐科長，你好。大家好，大家好。稍等歡迎收嘅第三個來賓係台大醫院家醫科嘅醫師劉介休劉醫師，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稍等歡迎收嘅第四個來賓係衛生服務部嘅社會保險司嘅兼任視察朱日橋朱兼任視察，你好。大家好。稍等歡迎收嘅係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嘅蔡培慧蔡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像嚟經常今日討論以前呢，先看一段新聞樣片，看一下記者所做嘅整理報道。二頭發校園，因為國民黨立委用30秒按鍵嘅速度宣布完成開協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嘅委員會審查，引發一線大學同研究生嘅反對，進一步佔領立法院議場。除了學生不滿服貿審查無相專業，台灣各界對服貿係咪會造成社會衝擊嘅疑慮，也有廣泛嘅討論。2003年6月，中國同香港簽訂 CEPA， 然後香港嘅高薪業、高房價、地市熱嘅副作用陸續出現，呢咁咪又會變做將來台灣服貿嘅危機。過來，台灣同華人社會持續驕傲嘅言論自由，係咪威脅台灣呢下嘅自由民主多元環境？因為政府開放影響言論自由同新聞自由嘅相關項目，包括影商業同廣告業項目，還有服貿本中國嘅負責人同高級主管來台灣做事。還是在欣賞配偶還有自然人來台灣，同時投資額只需要20萬美金。反對者建議服貿等於當地門檻嘅變相移民。另外，按照中國人來台灣了後，係咪會衝擊呢下嘅健保資源？因為政府當然補助嘅健保費用攏係移民嘅納稅錢，你係咪涉及公平正義嘅問題？按照議理已經超出經濟層面，係歸界文化同政府係咪實際做好管控嘅效力？確實咯，服務貿易嘅衝擊咧超出了經濟嘅層面了哈。我想第一個問題，我想先請教到我們的劉昌德劉副教授，就是說，其實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香港，我們在影片裡面看到就是香港啊。其實，在香港回歸10週年的時候，這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的一個教授呂大樂呂教授就曾經寫過一篇香港回歸10年的紀念文，他當中就講到說，其實當時候想要維持現狀這樣的做法呢，這個想法到此為止就好了啊。那香港人想要在80年代提出來的想要保持現狀的制度安排，已經是100%的失效。那這100%失效裡面有個很重要，就是說媒體自我審查情形是相當嚴重的啊。這是一個社會學家在香港他的親身的觀察，告訴我們說，自我審查這件事情在回歸之後，甚至在跟中國跟香港簽訂所謂 CEPA 之後，它已經實質的影響了所謂的言論自由或新聞媒體自由。那教授怎麼樣看這樣的一個觀察跟台灣現在的疑慮？我想在這一次的那個反服貿的行動裡面，很多人都提到傳播產業跟言論自由之間的這個關係，就是我們知道傳播產業其實跟其他產業的狀況不一樣。
它有很大的我们说其他的外部的效果。那其中一个重要就是大家非常介意的言论自由还有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那担心的就是说借着这一次服贸如果开放了这些中国的大的公司来台湾投资相关的媒体产业，举例来说像印刷业或是书店，那这样会不会让台湾的出版自由就不见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虑？是说我们看到很多这些中国的大公司，它可能一方面它本身就有中国官方的资本，对，它就是有官方的资本，不然呢，它就是它必须要配合中国官方的一些言论的尺度在做生意。那一旦说我们开放之后，它会不会来到台湾垄断了台湾这样的一个言论市场？比方说在印刷的部分，它就打败了台湾其他这些中小的印刷资本。那之后我们要印一些，举例来说，如果是法轮功或是台独或是藏独的这些书籍，会不会找不到地方印？找不到印刷厂，或者变得很贵？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它大概有一些成本上面的一些优势。那这样子会造成说我们在比方在言论的竞争上面或者自由竞争上面，其实它是不利的。好，谢谢教授。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记者所进行的街访，一般的民众对于这件事情看法又是什么？像是我们的新闻报道，各个方面，书报周刊都相较之下比较自由。然后，我觉得他们如果签了这个服贸协定的话，可能会造成，未来我们的某些这相关的发表可能有部分会因为他们的关系，所以有部分会遭到删除，或是截取他们想要拥有的内容，而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完整的。我在面对那些厂商的时候啊，我一定会遇到就是所谓在地智慧啊，就是依照他们的想法跟说法来做设计跟出版的一些作品。那我当然我心中还有一道水平尺，是还可以去平衡，是有些事情是我该做跟不该做的。好，两位民众都谈到他们的忧心大家都觉得说会有影响。我想请教一下徐科长，就是说，民众真的多虑了吗？还是说事实上有一些条款或条文里面有一些保障跟这个限制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其实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应该是说，究竟开放中国大陆来台湾投资以后，会不会造成我们的言论通路被垄断？以至于我们有不同的言论内容的想法的人，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我的想法能够传播出去？好，那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来台投资大陆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里面其实都有很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陆资来台的这个申请案它都是要经过逐案审查的。那如果它在经济上有独占、寡占或者是垄断性地位，或者它是在政治文化上敏感或影响国家安全等等，这个都是会受到这个限制或者是拒绝。那之前其实也有案例，就是大陆的这个图书的公司想要来这边来经营书店，那但是就是认为说它有造成文化上的敏感性而被拒绝的案例。所以我们要说的是说，政府是有把关的机制，那我们也鼓励大家把这个机制讨论得更完整，能够让免除大家的疑虑。那我想请教蔡培慧蔡老师，就是说，事实上，最近有一个台湾出版自由台出证自由阵线台湾出版自由阵线，他们也成立了，他们5月1号也要去这个走上街头抗议，就是说，老师你怎么看？就是说，台出证也好，或者说他们挺身而出，为他们的这个产业或行业来发声，那他们其实捍卫的不就是台湾最珍贵的言论自由跟文化上面享有这种自由吗？中国对于出版是有法律的限制的。好，那在这个限制底下，在台湾，不管你是支持马英九或反对马英九，你都可以出书啊。但是在中国，反对习近平的可以出书吗？未必。那为什么在服贸业有影响？我必须要讲我们64项的开放，确实是开放了出版业的印刷通路跟书店。那出版没开放啊，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这就意味着过去台湾广泛的出版业者，这些书的东西未必能进入中国的通路。
那将来如果这样的台湾的印刷通路跟书店确实由中国的投资，它可能也会含刮它在中国大陆的限制，所以会限定台湾的出版方向。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其实就是隐藏了台湾言论自由危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那我必须要讲，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64项的开放是有广告业的开放。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各个媒体大概我看除了公视跟客家电视台以外，没有其实广告压力，对，没有广告压力。但是其实各个媒体都有广告压力呀，所以广告压力通常都是决定媒体不管是新闻或报道的方向。香港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例子。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徐科长，就是说针对于这整个文化创意产业或文化产业这个上下游这个产业的影响评估报告，我们现在到底做出来了没有？有办法回应民众这样子这么多的忧虑吗？其实有关于这个服贸协议里面的各个产业的这个影响评估报告，那其实都已经放在这个经济部的网站上面。那里面有包括我们这次在服务贸易协议里面开放的这个64项的这个承诺的这个部分。那有关刚刚蔡老师这边提到的，可能只指的就是说，在后来特别是民间觉得就是说文化这个部分特别是刚刚刘老师有提到文化的外部性这部分，是不是应该要再做一些更多的讨论？因为我们在那份报告里面可能是受限于一些格式的关系，它可能谈的是比较经济的面向，谈的是就是说双方的产值的这个面向。那对于文化的这个外部性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做更进一步的这个讨论？那所以是后来这个文化部这边有做了一个这样的报告。那我相信可能蔡老师对于那份报告的内容还是不满意。那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公听会的过程，或者是未来的逐条审查过程，那这个都是很值得大家再做讨论的。那我想请教一下刘教授说，事实上有很多新闻系所的老师教授们也都联署了，对这件事情担忧，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这些老师们他们担忧和呼吁是什么？那我们也很担心说，他也许不是透过通路控制你，但他可以透过说像广告业他下广告的方式，能够去鼓励一些亲中的言论，而去打压一些我们说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些自由的言论。那这个部分呢，是传播界对于广告业的一些忧虑所在。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也存在这样的状况。对了，香港的黎智英的一传媒其实也受到这样的一个，就大家都看到这件事情了啦。对，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商言商，可能有一些业者他本来就会受到广告主影响。或者他准备要到中国大陆做生意，这些媒体就会配合这边的言论做一些自我审查。那如果我们真的担心这样的状况，我认为说另外我们除了去限制现在中资可以不会自由的进来之外，也许我们还要再去想怎么样用更自由的方式，鼓励言论自由的方式来达成我们想要维护的这一套言论自由制度。比方说，我们是不是要去用政策来鼓励一些比较小的书店、比较小的出版商，能够在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来出版他们想要讲的这些言论，而不是政策上去补助他们。对，而不是就是被这些大商人牵着走。我们不只担心中资，其实我们也担心这些到中国做生意的台商，也担心一些外资。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抗衡这些资本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也许是我们在反服贸之后要去面对的。好，那言论自由要怎样去跟这个资本去做抗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那另外一个台湾之光呢，也在全球受到大家很多称许，就是全民健保。全民健保有可能因为这个服贸的签订而受到冲击和影响吗？不是说全民健保快要破产了吗？所以要进行2代健保，否则2-3年内就要破产。那这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些从业人员进到台湾来之后，甚至陆生来到台湾之后，也可以享有台湾的这个健保，会不会对健保产生冲击、产生排挤效应呢？我想我们先听一般的民众对这件事情看法和感受是什么，再来进行讨论。如果今天大陆人进来可以有一定额度的去享有健保的话，我觉得他势必会排挤到就是本地的健保问题，再加上开放大陆进来，那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就是在现金体制上健保问题更严重化的情形。我们人民有缴费，然后我们缴费了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们健保制度现在的体系下面是根据我们人民的法律还有现行的制度底下才慢慢完成的结果。可是，一旦中国大陆他们的人民
来一下子就跟我们享有同等的权利的时候，一定会对我们的健保制度产生冲击。好，虽然这个服贸这个签订之后，这个可以来台湾的这些专业经理人也好，投资者也好，还没有来，但是可以先来看看陆生已经来到台湾了。台湾这几年在陆生上面人数变化怎么样？如果他们加入我们的2代健保的话，政府又需要付出多少的补贴呢？我们来看看哈。好，102学年度呢，陆生人数有3554人。如果陆生纳入健保的话，它是用第6类地区人口的方式加保，所以每人要自付749元。那政府补助40%，等于说政府每人每个月补助的是500块钱，所以一年呢就是6000块钱。那总计呢，如果说这102学年度陆生3554人都全部加保的话呢，政府要投入是2130多万哦。可是这个只是计算大1到大4大学部，如果加进所谓的台湾现在很多进修推广部的话，这个人数陆生人数就会来到29000多人哦。所以29000多人是不是这个21300多万就要乘上8.5倍的人数，才有办法显现那个数字，大概就是1、2亿这么多了哦。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刘医师，好 ，Geshu， 你在台大竹东分院。其实你第一线接触到，比较有机会接触到所谓来自基层的民众或者是弱势的民众，因为竹东是一个相对比较偏乡的地方。你怎么样看？就是说这样子，因为签订服贸，不管是陆生也好，或将来这些来台的投资者，甚至他们眷属都可以来台湾之后，他们都可以加入全民健保化，对全民健保的排挤有多严重？这个全世界大家都在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各式各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很少像我们这个把这个医疗和这个社会服务业都完全开放的一个国家。其实 WTO 并没有把这个东西放在服贸里面去。是，事实上，自由贸易协定呢，这个医疗和这个社会服务业，其实你们可以去看，很多国家都签自由贸易协定，可是很少国家把医疗和社会服务2个项目完全全部都开放，全部都做开放。那什么国家会开放？大概都是一些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它需要别人来帮忙它。不过很清楚的是，我们的医疗不需要中国大陆来帮忙，我们的医疗不需要中国大陆来帮我们拯救哈。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奇怪的一个现象。所以大家说服贸是中国大陆对我们让利，我想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尤其是在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是我们对它让利。我们开放了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都完全开放的项目给他。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现象。那第二个是说，我想是这样，就是对于这个健保的部分，我想是说，我想这个可能大家不见得同意。我个人是支持，比如说像陆生来台湾念书，中国大陆的学生来台湾念书，或者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人来台湾经商，就像其他的外国人或外国学生一样，他是可以来纳入这个健康保险。如果我们都同意健康是一种人权的话，是应该要把它纳入我们的健康保险。是。那他应该用什么身份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现在呢，我们是把它用这个第6类，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健保纳保方式有6类的分法哈。第1类大概就是像这个郭台铭，或者是像如果我有一天出去开业了哈，我是个自营的这个专门技术人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是拿第1类的这个健保100%由我自己来付出这样子支付这样。那现在用这个第6类的其他地区人口来做一个，不管是中国大陆学生，或者是未来服贸开放的这个各式中国大陆的人口来的时候的一个纳保方式，相对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项目。就像这个主持人所说的，其实我们的税收其实给他补贴的，其实相对来说是蛮高的哈，大概是4%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例，比很多的劳工朋友政府补助他的，甚至比公务员政府补给他的这个项目都还要多。这是一个完全不合理的一个纳保方式哦。好，那我先想请教一下朱检任视察，就说，到底会排挤到健保已经快要濒临破产、非常脆弱这个财务的体制哦？有没有可能会排挤到、受到影响、受到冲击？先回答这个部分，谢谢。陆资的负责人其实来台啊，照目前其实参加健保的，因为他都是属于负责人啊，对，那么他都是以雇主的身份来加入。所以这个他的加入的身份是跟本国人，也就是我们的雇主本身加入健保，也都是属于100%自付保费。好，那第二个需要说明的部分就是说，
其实这些投资人来台啊，那么他所跟随着来的眷属，好，甚至是未成年的子女，好，其实并不包括所谓他的年老的父母亲，好，那所以其实来台的这一群人里面，那么本质上呢，从我们过去呢不管是经济部各方面的数据来看，其实台湾这个过去的服贸并没有开放大陆劳工来台了。好，那么而我们今天其实看到的实证的数据，到底有没有比方说侵蚀健保的资源，它使用的资源是不是很多？啊，是。那我们从健保署过去呢102年的这种统计来看，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说以这个181位181位这个全体来看，所收到的保费大概是100多万呢。好，那而这100多万实际上的支出其实只有80万左右。好，那朱检任视察是这样子，因为那是您刚刚现在讲的状况是福报还没有签订之前嘛，哈。那因为政府一直没有做所谓的产业影响评估报告，所以我只好引用这个中兴大学应用经济系陈吉仲陈老师他所推估的了哈。如果以这个大陆人去香港2.5%换算成台湾就3%好了，有70万。不管是中国的投资人也好，他的眷属也好，他的配偶子女也好，70万人。70万人已经超过台湾的原住民的总和了，这么大已经算是台湾第3大族群、第4大族群，这么大的人口数量，真的不会冲击到我们健保财务吗？刚刚包括主持人所担心的是说，会不会一下子出现大量，而造成整个体系无法负荷？那当然，这个稍后也许经济部可以在这个部分再加强说明。我看那个徐科长已经一直举手了哈，徐科长。不好意思，我只是要说明一下，就是按照我们目前有关陆籍投资人或者是主管或技术人员来台的规定哈，现行的规定哈，还不包括就是说，如果未来大家讨论要把它修得更严，我只讲现行的规定来讲，一个投资案哈，它最多就只可能有15个人来，然后这15个人呢要到那个应该是到了那个330万美金才有可能进来15个人，所以按照您刚刚的算法，70万的人要来台湾的话，它就是等于是330兆的美金，然后大概还在再乘以4那个数字已经是天文数字，我没有办法去计算。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刘医师，就是说，如果说他们要加入的话，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医疗是一种人权嘛，哈。健康是一种人权，那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加保？我想，不管是中国大陆的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来台湾，我个人是支持，就是说他们是，比如说在台湾居留一段的时间之后，纳入我们的健保哈。那我想这个就是说，所有做这个社会保险的都会知道，像这样的一个移动人口，对于这个健保的其实事实上说实话啦，我个人认为重点不在这个，重点在于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健康保险。他们对我们的健康保险应该是帮忙的，因为这些人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人，这是要平心而论来说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他们这个中资来台湾，不管是盖医院，或者是说把医疗这个社会服务开放作为服贸的项目，影响的不是这个健保的这个实质的这个收益的这个问题。我想这个社会保险这个朱科长朱视察应该是非常了解，它其实是一个间接的影响。怎么样的间接影响？我想有几个。第一个是人力上面的。其实我现在做一个临床的医师，我们每个月都会收到这个台湾医界这样的一个杂志。现在其实，在服贸还没开放之前，其实都已经有各式各样的财团法人医院已经在招募这个壮丁，要前往中国大陆做这个假日飞刀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其实花了这么多力气训练了医生做了这么长的专科训练，可是要去到中国大陆做假日飞刀手。那第二个就是说，事实上我们这个卫生福利部告诉我们的是说，不用担心他们来盖医院因为我们会邀他们去偏远地区盖医院。我自己在这个竹东很可惜很惨，周遭汉人竹东竟然这样的一个100年老城，竟然变偏远地区，这是真的大家不知道，竹东这样的一个100年客家老城是一个偏远地区。事实上，我们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不相信台湾有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其实卫生福利部在这个已经变成医院产业发展部的状况底下，事实上我们城乡的医疗资源已经够不平均了在一个尤其像这个我们客家庄桃竹苗的客家庄，特别是医疗资源不足的地方，
我们其实卫生福利部应该好好花力气在处理这个问题。好，那针对这部分，蔡老师，你的我有2个想要回应啦。第一个是针对我们徐科长哈，您特别以15个人，当然大概就是算负责人、经理人还有专业技术人员，可是不要忘记啊，他们会有眷属，会有小孩啊，所以应该是用45个人去算，因为每一个人里头他可能会带个眷属、带个小孩。那我们也很低的来算，台湾的盈利事业大概有126万家，只要中资来投资1%就好了，这样子就1.26万家乘以45个人，我们瞬间有56万个中国移民所以并不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经济部真的好期待你们可以审慎的来做评估。那这个部分对健保有什么影响呢？我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哈，就是我自己是乡下人，然后我有一个堂弟呢，他在中国在成都那边工作，他有一天手脱臼了，所以他去中国看医生，但是呢，他说那个医生跟他讲的那个整个只有手术的跟这个费用大概要3万人民币，换句话说是15万台币。他一听到，他觉得哎呀，我不要再大陆看这样的医生，他马上搭飞机回来台湾，就是看健保，那花费就很低了嘛。我举这个例子，我只是要讲中国的医疗制度并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险，所以如果我们将来开放，不管来投资或者是合资的企业可以雇佣中国人，会不会有人以医疗的想象来台湾取得工作的身份？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朱检任视察，您赞成民间这样的声音吗？还是说你们听到这样的声音会去做调整吗？是，感谢主持人。有关健保这个全世界都非常羡慕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制度啊，当然也因为它本质上相当的完善，在设计上呢，因为我们与国际间的各种比较来看，其实各国在设计保险制度的时候，并不会因为用国籍的方法来区分所谓对于这样的人是不是要跟本国人采取不一样的保费负担设计。那这个是一个各国在社会保险制度在设计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同时我们也知道，当然一个就我们台湾必须要守住这么样多优秀的人才来讲，其实台湾这个市场它必须要扩大，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市场。那么在全球化开放到今天，从98年几乎到现在，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台湾我们过去大家有很多顾虑，会说医师会不会大量出走，但实则不然。经过这么多年来，其实这样双方流动交流的结果，其实更能够提升台湾在医疗品质的技术。就诚如主持人所讲，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这种开放性质的这种市场竞争，基本上因为市场竞争才会有好的品质，可以看到更好的这种医疗的资讯，民众才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假日飞刀手都到大陆去了，那边的确有好的医疗品质了。那在台湾，这假日很多门诊都不开了，只有急诊，急诊医生也不够，这是好的医疗品质吧？我想问一下刘医师，你在医院第一现场，我想是这样就是说其实蛮期待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尤其是像很多是以前我的老师同才这样，应该要醒一下。我讲一个非常直接、大家血淋淋的例子。我们在这个竹东这个地区呢，有2家大型的医院，一个是这个台北荣总的新竹分院，一个是台大的这个竹东分院。2家医院呢，相距3分钟走路就会到。他们呢，这2家医院呢，非常高度的竞争，要抢食这个大竹东地区的这个大厂，这个高龄的人口医疗大饼。对，结果呢，这2家医院呢，都是非常赔钱的地方。那他们呢也会很生气啊，想说我们这个经营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要想尽方法，各种方法来招赖我们的病人啊，想尽方法来招赖我们的这个。你说技术有提升吗？你说服务有提升吗？就这个很直接客家庄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医疗作为一个公共服务，它绝对跟这个其他的经济的规模不一样，绝对不是开放竞争之后。卫生福利部应该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整合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的资源，来实质的花费在这个不应该放任，不管是这个医院大家去无条件的竞争。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各国在谈自由贸易协定，尤其是先进的国家，绝对不可能把它。你看哪一个欧洲国家，它这个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开放它的医疗和开放它的社会服务，这绝对是一个会伤害我们全民健保，而且是非常耻辱的一件事情。好，那朱检任视察公共性、公共服务这个部分，
社会福利这部分。是各位了解，过去开放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过去开放的过去啊，比方98年到今天，甚至两岸在交流，不管是刚刚刘医师讲的假日飞刀手也好，其实这一个过程双方都有互动，好，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有没有看见台湾的医师大量出走？各位可以从过去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并没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其实我们真正要使台湾的好的医师留在本地，最好的方法就是要使当地的医疗照护品质的市场，我们能够大幅度的扩大跟提升，能够让我们的好医师在这里有好的环境，能够有更好的收入，维持甚至留在这里，这才是我们在整个国家，特别是现在国家正在推动的国际医疗照护，也正是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方向。谢谢。那最后我们请我听到这里我真的受不了。我讲实话。一个国家，一个我们全民健保这样一个我们这么努力在第一线做基层的这个临床工作者，我们的政府竟然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问题要靠外国的资本来处理，来维持我们的这个医疗服务，这不是很荒谬吗？什么国家才会发生？我举个例子哦，我其实年轻的时候蛮常到各地去旅行的，非洲还有中南美洲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说法呢，跟我们现在的卫生福利部的说法完全一模一样。他们没办法提供他们的国民干净的水，没办法提供他们国民干净有效的这个电力，所以呢，开放市场，让美国的资本，让全世界的资本来投资。结局是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哈，在这个南美有一个很有名的国家叫秘鲁，还有玻利维亚，他们的水呢，就是交给了外国资本来处理。结果是什么呢？一个老妇人因为没有便宜的自来水可以用，她到路上去接这个雨水，这是违法的行为。为什么？因为这个水呢，国家已经卖给了这个美国的资本，连雨水都是水的权利是卖给了资本。所以我举这个很极端的例子，告诉我们是我们的国家竟然要把我们这么重要的健康服务的问题，他认为可以透过外国的资本来处理，然后把血汗医院的问题，把医生劳动条件的问题，要靠透过外国的资本来处理，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其实我们要让一个国家的体制健全特别在我们依照我们的健保制度，我们大家珍贵的这个保险的资产，整个社会保险其实最主要的设计，我们是绝对不能够让所谓本国人跟外国人它是在同样的这个保险制度之下产生一种不同的差别待遇了。那么不管是从国际健康人权来说，它就是一个所谓必须要站在以国际人权的角度，是他们大家所基本取得的合理的保障。那而这种保障呢，它是不能够建立在所谓在不同的国家这个因为国籍的概念，然后我们就产生差别待遇了那么所以整个产业体制，不管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保险也是一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当然它必须要有效的健全，也必须要让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全球化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以上。好，像大家都懂傾聽啦仲係醫療作為社會福利嘅公共性，但是咧公共性係咪顧到公平正義呢？你嘅政府部門係咪真經冇做好詳細嘅考察個考量，是做一樣嘢簽單嘅協議內容呢？像大家做嚟好嚟思考兩問題。像我哋先看下廣告以後繼續討論係台灣係在香港冇香港化，是不是我們要面對的共同的未來？看下，馬上進入節目現場。節目現場呢個集團呢討論嘅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對台灣來講，普遍民眾都會想呢個係唔係台灣變咗係一個香港化嘅問題，係唔係真見會到台灣未來嘅5到10年之內發生呢？像先介紹呢個集團先加入嘅討論嘅人佢係東吳大學法律呢嘅助理教授胡博彥胡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那我想在進行節目之前，我們先來聽一段街訪。一般的民眾對於台灣在加入服貿之後，跟中共簽了這個服貿之後，會不會變成下一個香港？香港化的隱憂是什麼？他們那邊會想要過來的人是，可能都是一些有錢人吧。那
那些有钱人过来，资金流入台湾，不知道这些金钱这样流动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对我们的人口社会结构的确，我觉得有一些疑虑。像香港之前跟大陆签了 CEPA 合约之后啊，造成现在香港高失业率，然后房价往上飙嘛，然后大陆劳工进驻香港，然后把什么东西都炒作起来了。然后我朋友他在香港，我上礼拜有去香港一趟，然后他们是说他们现在年轻人都不存钱了，他们怎么说就是反正你现在赚多少你也买不起房子，赚一辈子也买不起。一般民众对香港化还能有清什么受力了哈？就是说对香港化最大这部分，比如说是不是这一次这个服贸还有开放这些投资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专业经理人，可以带着他配偶跟子女眷属来台湾，会造成所谓的变相移民，就好像现在的香港一样，满街都是中国的这个游客和中国这些劳工哦，让香港人原本所引以为傲的自由的风气也好，或者说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这种生活品质也好，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就是高房价，使得现在很多，刚刚我们也为湘西讲到说，现在很多香港的年轻人都不存钱，反正我赚一辈子也买不到一平房子啊，所以干脆不存钱。高房价问题这两个问题啊，我想先来看一下，到底开放服贸之后会有多少的人来台湾？因为服贸可以来台湾的人数呢，那可以来台湾的负责人数，就20万美金到29万美金是2个人啦，那就是集聚是到这个330万以上可以来7个人呐。再来就是说，一家公司，譬如说负责人、经理人，还有专业人员跟主管人数，总数加起来是15人哦。那一家公司投资330万以上美金呢，可以来15人，但是如果加计他的配偶跟子女的话，就要变成是45个人哦，所以就会有所谓的变相移民。刚刚我们这个蔡培慧蔡老师讲说，就有可能来台湾享受这好的健保医疗品质啊哈。那我想问一下蔡老师，真的就是这么便宜的变相移民吗？这个忧虑是我们想太多了吗？还是说事实上是有可能在未来会发生的？事实上不是我们想太多了。我们在衡量这个中国移民的时候，其实也都是非常谨慎的评估。就是说，以台湾的这种各个营利事业登记，只登记1%的话，就会达到45万人的效果了哈。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的话，其实相对于香港，确实他在签订 CEPA 之后，他们也引发了他们的就业模式的改变。比如说，他们有一些低薪啊、低劳动付出的工作，可是这些呢，并未必是香港人就业的。然后他们就有一些港资啊，其实有中资的投资，未必全面是中资哦，港资有中资的投资。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就可以引进中国劳工。那这个是在我们服贸里头其实也有的。如果我们是全面是中资，它可以引进3年嘛。可是如果是这个就是跟台资合资的话，好像是3个月还半年，我忘记了。总而言之，就业的模式是蛮多元的啦。那没有限期，就是签订3年的要签几次，没有限期哈。所以我必须要说，我们在看这个引进劳动力的时候，其实我引一个台湾大学经济系林世凯教授的谈话，对，他说这样子会不会就像西藏或新疆一样，透过这个移民来形成全面的控制，就稀释了这个新疆的这个维吾尔族跟这个藏族它的比例，这个当然是这个林教授他的忧虑啦。可是我觉得这个忧虑其实也是众多忧虑的一部分嘛，我们要不要面对这样？好，那我想问题请教我们的胡教授，就是说，其实这里面大家一直觉得说，这所谓的专业人员啊，这个专业到底其实好像也没有限定什么特别证照，其实这好像是开了一个后门一样，就变成说谁都可以来了。为什么会创造出刚刚主持人讲说像专家这个词？其实我们在从这一个服贸协议换过来说，我国对于说公司人员的限制、公司人员的规范，其实要看公司法。我们公司法是讲董事、经理人、监察人，也就是公司法本身自己没有专家这个词，你知道吗？公司法本身没有专家这个词，然后我们自己去创造一个词是专家。那实际上来讲，我想经济部的意思，他们说他们不管是什么人啊，高阶负责人啊，或是低阶负责人啊，或是专家，或是高阶经理人，或者这个概念，基本上他们就做一个总额管制，15个人这样子。所以里面来谁，基本上来讲他是管不来的。那实际上来讲，这就产生一件事情，产生一个法制上的落差，你知道吗？负责人是资方。专家这些人不是资方，是劳方哦，他们是被雇佣者来台湾工作的人。所以刚刚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有关健保的议题，这个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情况出现。那同样的，
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概念上不一样，说这次啊，大家一直跟大家宣传说我们没有开放证照的问题。实际上来讲，我们没有开放证照，反而大陆开放我们2个就是有关会计师的部分。那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没开放证照？我们没有开放专门职业技术人员，可是没有我们在就业服务法当中相关规定，我们在职台湾的部分行业的时候，我们是有所谓技术士的证照。这个技术士不在我们专门职业技术人员之内，可是却是在就业服务的范围之内。那这个部分呢，变成是如果他这些人来到台湾的时候，他面临说他的能力上以及证照上面而言，是不是也要参加了台湾这个体系？我想这是一味的说，我们经济部跟他讲说，我们不用开放证照，可是民众跟你讲说，不是啊，你没开放证照，可能还是开放，就会差别在这里的。好，那我想问一下徐科长，为什么会一个专家好多种解读？在服贸里面大家应该都可以知道，就是说政府有说明说服贸协议没有开放大陆劳工来台。好，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好，那其实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服贸协议的第3条范围里面就已经有一个条款，它是说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自然人移动的附件准用于本协议。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好，这个就是在 WTO 的会员他们在讨论这个服务贸易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劳动市场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敏感了。好，我们今天呢讨论服务贸易呢，应该是以服务业的投资为主，好，不要去牵涉到这个就业市场。好，但是呢，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这个规范呢？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自然人移动附件里面，它就是说有3件事情是这个服务贸易总协定不去处理的。哪3件事呢？一个就是就业，一个就是永久居留权，一个就是公民权。好，也就是说，任何一方，好，任何一个 WTO 会员，他为了这3件事，他要做一些限制的话，那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就有很多人会问了，那为什么我们在台湾这个方面的这个承诺里面，模式4的部分要列出这3种，好，这个有关于自然人移动的承诺呢？好，首先从概念上来讲，如果你今天开放一个国家的人来台湾投资，然后但是你的法定规定，他的人完全不可以进来。那请问他如何来投资？好，没有办法投资嘛，对不对？所以呢，为了要避免，就是说，今天你因为模式4完全不处理，好，也就是说自然人移动你今天完全不处理，而造成一个实质上市场的一个关闭的一个现象。所以在 WTO 里面呢，它对于自然人移动呢，仍然是有一些讨论的。好，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3类：第一类商业访客，第2类跨国企业内部调动人员，第3类它文字比较长，那我们专业上的术语通常是叫做履约人士。好，那其实这3类呢，说实在话，我们都是按照我们 WTO 的承诺，还有按照我们的现状来做处理的。那大家对于这里面呢，比较在意的，大概我听起来就是2点哈。一点就是刚刚胡老师有提到，就是说有关于专家这一块哈，对，到底这个定义是不是太模糊？好，首先这个专家的用词是按照我们在 WTO 的承诺里面去撰写的哈，所以它也是有一个相关的依据的哈，只是它不是依照公司法。啊，第2个就是说，它为什么里面要提到说专家包括但不限于取得专业职业证照者？大家可以想象哈，就是说通常履约服务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哦，比如说今天德国卖了一个工厂的机器卖给台湾，好。德国技师要来台湾教怎样使用啊，维修啊，来装这个机器的时候，这个德国技师是不是有取得台湾的这个技师的执照呢？很难嘛，因为他不懂中文，他可能没有办法取得这个技师的执照。但是今天要履行这个装这个机器的这个合约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让这个德国技师进来去装这个机器呢？是应该的嘛。好，所以其实他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方式，就是要避免，就是说因为刚刚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让这个合约实质上没有办法被履行。好，所以它的用意是这样。啊，第2点有关于跨国企业内部调动人员，很多人在讲，他说20万美金就可以来台湾，然后再用这个跨国企业内部调动人员可以待3年，然后而且展延次数无限制。那你说这个不是移民，那是什么才叫移民？好，我有听过很多这样的声音。好，但如果各位去注意一看哈，它里面写的是什么？它里面写的是说，跨国企业内部调动人员是指被其他世界贸易组织会员的法人雇用，然后等等等哈。那为什么会去加上其他哈？其实呢，这个就是因为考虑到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对于企业总部设在中国大陆的跨国企业，它其实是没有办法适用这个承诺来台湾的。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所在讲的这个20万、30万呢，其实跟这个类别的人是切开的。
好，这个类别主要指的是，比如说美资企业、好日资企业，它因为要这个在台湾设这个商业据点的关系，它调动它中国大陆籍的主管人员到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胡老师，徐科长回应了你的疑问吗？我们刚刚科长讲的说，这些东西不会变成投资移民。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开放他国进来，你只要翻开任何一个杂志就可以知道，我们很少国家开放人家直接去投资人家的房地产的。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的投资移民都在投资房地产。为什么？因为我们利用开设公司、开设餐厅的方式去购买他的土地财啊，所以这个才是会变成造成民众的疑虑，就是我们开放，德国也开放我们去投资啊。可是德国开放我们去投资之后，绝大部分人就直接虚设一个公司，然后我汇了多少钱？我汇了30万美金、30万欧元进去之后，我用在哪里？我用在设这间公司上面。那设这间公司最好发用的方式是什么？我最好发用就是买设备嘛，以及买土地嘛。那这个就是会变成民众的疑虑，就会出现在这里。所以我们虽然讲了这么多，可是没有办法克服的疑虑，一直会存在啊。所以不但是有这变相移民疑虑，还有炒房、炒楼、炒地皮的疑虑。哈，中国跟香港签订 CEPA 之后呢，很多的这个港商到大陆去投资，赚了钱之后呢，就回香港炒股票、炒楼地板啊，炒房了啊，所以变成说，看到很多的这个像港资呢，它回流之后，反而是炒房跟炒股，好像目前台湾也有这样一个趋势存在啊。所以我想请教蔡老师，就是说，其实刚刚这个问题一脉下来，最后还是回到大家现在所讲，台湾也是一个台湾之光了哈。台湾要15年不吃不喝才能够买房子，那其实也是世界第一了哈。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下一步不仅是很多的这个中国的投资者也好，或者说他们的这个眷属移民来到台湾居住也好，事实上也会带动台湾的高房价。确实台湾已经是高房价了哈。我们的那个房价的评估，我们去计算，比日本跟韩国都还高。那香港当然比我们高，但是香港的高房价是不是因为它跟中国的 CEPA 或者是对全球的开放而让那个薪水上涨？其实没有。香港跟中国签 CEPA 之后，薪水退回10年前。台湾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有。台湾加入 WTO， 我们是2002年正式加入 WTO， 我们的薪水退回16年前。好，但是我们的房价呢飙涨。换句话说，我们确实是有一些我们未能预期的资金在炒房价嘛。那我们要放任这样子的具体的这个台湾经济模式的改变吗？因为我们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加入 WTO 的过程，台湾确实是贫富差距在拉大。然后呢，掌握这个资本的人，他去炒房，然后炒房又炒高之后，他去赚取利润。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对服贸、黑箱服贸的反对，认为应该逐条逐项审查，其实不只是对单一的这个服贸内容的讨论，我们问的是说，在这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台湾的社会正义在哪里？我们面对服贸，它当然是一个具体议题，可是服贸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我们要正式面对的，而隔壁香港的例子就提醒我们，即使你开放了，但是贫富差距在落大；即使你开放了，年轻人找不到好工作，失业率在提升；即使你开放了，年轻人的薪水在下降。这样子的世代差异，这样子的正义剥削，要复制到台湾来吗？到底是谁把乳酪搬走了？重新分配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我想请教一下介秀，就是说，您在竹东这样一个偏乡啦，哈。您看到的问题，或者说你觉得乡亲们的担忧，也会担心这样的问题吗？还是说他们有不同的角度去担心服贸？那我想说，香港化这样的一个疑虑啊，其实事实上，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诱惑，是一个诱惑。那我们的政府呢，其实是好像受不了这个诱惑，他面对了所有的问题，包含他经济上的成长上的困境，包含甚至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公共服务的一个挫败。他事实上都想要透过这个中国的这个诱惑来处理他的问题。那我想中国大陆其实他可能不急，但是他其实也非常希望成为这个诱惑。那其实透过这个东西来加速我们对他的这个依赖，加速他对台湾的一个控制。那我想这个跟这个香港刚好是相反过来。香港是透过这个97年之后政治上面的一个控制之后，来做一个经济上的一个。那他知道我们台湾有一个民主体制。那他没有办法在短期内透过这样对这个民主体制来宣战，他事实上透过这样我们对他经济上的一个依赖、经济上的一个控制，来事实上来达成。那我觉得是说我们要认真透过服贸，我们要思考的是说中国这样的一个诱惑，我们是要
继续拿它来便宜行事，处理我们许多复杂的经济问题，还有其他公共服务的一个恶化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在这种状况，在客家庄特别明显，我们这些特别需要更多、更公平的一些，不管是公共服务或者是经济的生产模式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应该好好来想这个问题。好，那其实最近很多人也都在传阅一篇文章，就是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这个史迪格里兹教授他所讲的，他其实在关税已经很低的现在这个社会啊，从来就没有所谓100%自由贸易，它都包含所谓的政治的考量。那蔡老师你怎么看？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它其实不管是在中国或者是在美国，已经确立了贫富差距，而且是中产阶级的萎缩。所以现在的贫富差距是1%跟99%的人民。那台湾也是如此。那假设我们会知道这样的社会落差，我们还要放任所有的自由贸易开放吗？还是在这个开放的过程中，我们要审慎的评估？我觉得这就是第一个要回答的。如果我们审慎的评估，以前也有例子啊，各位。我们加入 WTO 的时候，我是做农业研究 ，WTO 的农业损伤补贴是多少？1000亿哎。WTO 的农业人口也才70几万人，你现在面对500多万人的就业人口，你才30亿的补贴，这当然是不合理的嘛。那另外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年纪还比较小，可是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农会的推广科的科长或推广组的组长，他们都会到各村去办说明会，而且农委会就针对稻米啦、香蕉啦、花生啦、红豆，每一个都做一个小册子在做说明。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个审慎的讨论过程，让大家理解说，加入 WTO 的好坏，然后我未来要面对的，我想问经济部，现在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啊，为什么不做？为什么要糊弄过关？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说，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学家都已经提出问号了。那我真的很想要让我台湾的经济部也可以去广泛的看看不同的经济学者的主张，做出比较好的回应。政府一直告诉我们说，其实如果我们不签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些相关协定的话，对台湾经济是一大伤害哦。那其实签订这个服贸呢是利大于弊，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在这一次大家都认为一定会受惠是这个电子商务跟金融业哦。那它基本上是这个知识密集、这个技术密集的一个产业啊。那它当然。这个获利是比较大，但是相对呢，这个弊比较大的呢，就是这个非知识密集，还有这个比较低技术门槛、替代性高的这些所谓这个美容美发或相关这些比较微型的这种民生产业。那它当然它的就业人口也非常非常的多，它的 GDP 占比是来到了70%，那它整个就业人口占台湾大概有300多万人这么多，所以。这个怎么样把这个利跟弊啊，这两者不同的产业或两大不同类别的这产业类别之间，这利跟弊能够真正的做到总体的是利大于弊呢？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怎么想？这是我们共同的未来。那我想呢，村民大会呢今天来讨论这个 ECFA 对整个社会广泛的影响，不管是言论自由也好，全民健保的排挤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到底会不会香港化？会不会有变相移民？会不会有高房价？甚至这所得重分配的问题等等等等啊！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来共同思考，我们未来的路应该要怎么走？难道就是某个人说了算吗？还是说，其实，在公民社会里面，大家都有参与的机会，大家都有发声的机会，我们共同把这些疑虑说出来，希望能够找到最好的一条路。以上是今天的村民大会，钢枪年署宽，什么太感恩子谁在评，谢谢。